如果公司嘅老闆同你求情，即係叫你唔好報啦，因為佢又會加價㗎，咁我啲保險費已經好重啦。咁嘅時候你應該點做呢？你應該就係 just say no。如果你係受傷之後，老細唔即刻俾個表格你填寫啊，同埋報上工傷啊，呢個係違反呢個工傷法律嘅。咁因為法律上面規定咧，只要老闆係知道你有傷嘅時候咧，就算你自己唔去要求嗰個僱主咧，都要立刻自動咧就係提供一份表格俾你填寫，同埋同你報上工傷個保險嗰度㗎。第一個就係公司嘅報告啦，你個 incident report 啦，係報俾上公司自己內部嘅。但係有一份咧係政府表格咧，個英文簡叫係 DWC1。咁就係一份簡單嘅表格咧，就係呈上去俾個工傷法庭嗰度。每一個工傷案件咧喺發生之後嘅1年內咧，你係可以報工傷嘅。但係咧係有前例咧，就係案件係講咗咧，如果個僱主咧係忽略咗冇同你報，或者係冇俾到呢個表格俾你填寫去報工傷嘅時候咧，原來呢個1年時間係可以拉長嘅。拉長至到僱主係提供呢個表格俾你為止，咁即係話咧，若果你嘅受傷超過咗1年咧，你都仲可以去報工傷嘅。